大家好，歡迎嚟緊粵語天地。最近鐵馬家族嘅細妹唐詩詠轉埋最新聚會相，大家發現大佬鄭嘉穎又一次缺席咗，而相關傳聞都話，今次鄭嘉穎同馬國明徹底冇交情啦，直言就當冇咩交過呢位朋友，更加爆料咗鄭嘉穎嘅醜聞，究竟發生咗乜嘢事？一齊嚟睇下。港媒趁佢出席活動，問佢點解呢2年老係缺席聚會，於是就有咗鄭嘉穎要住圈子嘅浪費時間論。佢話有家庭係一個原因，疫情亦係一個原因，去到人生某一個階段亦係一個原因。時間一日24小時，你想點樣去過？當你到唔同階段，你就會明白，會覺得有啲嘢係浪費時間。浪費時間嘅嘢就 cut 掉佢，所以你會用喺值得嘅地方。被問係唔係同馬明唔和，佢又話大家都認識咁多年，冇咩唔和。我諗熟悉嘅都會明白，唔同階段去做唔同嘅嘢，去到而家呢個階段，佢亦會明白有啲嘢係要取捨嘅。至於會唔會出席馬明嘅婚禮，佢話如果要離開一段時間，就會有啲難搞。呢句話一直被發酵。幾日後，鄭嘉穎出席另一場活動，被問同款問題，佢先話行啦，我哋有分數啦。然後補充，如果婚禮喺香港就會參加，但外地嘅話，我時間就有啲窄。再次暗示唔會參加婚禮，仲一直暗示主持人別問。被網友吐槽冇有風度，結果呢邊鄭嘉穎講完要照顧家庭冇時間嚟講，另一邊老婆陳凱琳曬出咗自己同閨蜜話走就走嘅非洲之旅，呢節骨眼上簡直係火上澆油啊！立刻有網友發問，你老公唔覺得浪費時間咩？等佢旅行返嚟露臉先同大家解釋道，老公講話一向簡潔直接。缺席馬明嘅海外婚禮，主要還係因為要帶細路，但好感謝一對新人體諒，其實大家私下相處融洽，而且大家都有共識咗，待佢哋返港會補請食飯。畢竟係港姐冠軍，雖然年紀比鄭嘉穎細差唔多2輪，但談吐說話同情商仍然係喺線上嘅。真正傾瀉嘅係鄭嘉穎嘅遠房表哥黃賢志。兩人以前關係仲唔錯，曾經一齊喺2005年嘅歡樂滿東華表演拉琴籌款，亦都發過同框自拍。2018年黃賢志做咗東華主席後，刷爆友情卡請明星，但冇請鄭嘉穎。被記者問到，佢話鄭嘉穎唔係我嘅朋友。呢次鄭嘉穎正處於風口浪尖㗎，佢突然發問，始終都係日久見人心，幕前幕後兩個樣子其實我早就見識過，所以一早已經放棄同呢個人有任何聯繫。如果問起我關於佢嘅事，sorry， 佢唔係我嘅誰，連朋友都唔算，千萬唔好來問我。大家理所當然對號入座佢老表黃賢志同自己製作兼主持嘅真人秀仔仔一堂嘅嘉賓一齊出席活動，有媒體去揾佢求證，結果佢立刻打住話冇話講啦，要講就講，反今日嘅活動，且唔講傳媒會唔會大老遠去問鄭嘉穎嘅遠房親戚點睇佢唔去飲錢同侍喜酒呢件事。黃賢志呢種只完火就走嘅手段，等記者追問嘅時候就將話題引到自己節目，係好顯眼嘅。我哋馬明仲係咁好，佢直接否認唔和嘅說法，仲為鄭嘉穎解釋咗一番，話佢係3個細路嘅爸爸，好多時間都留低嚟陪細路，婚禮喺外地辦，佢唔得閒去都好正常。至於浪費時間，佢表示嘉穎講嘢一向咁樣，我哋都明白佢嘅意思。佢仲幽默化解咗唔和傳聞，話2個男人唔和基本上都係為咗錢同女人，佢同鄭嘉穎兩樣嘢都冇乜關係，所以邊度唔和。鐵馬尋橋家族
係指2010年 TVB 嘅經典劇集《鐵馬尋橋》，一家人齊齊整整闖蕩江湖，決戰大魔頭嘅故事。劇裏嘅大哥係鄭嘉穎，二哥係馬國明，後面仲有一對龍鳳胎楊思琦同林子善，一個弟弟王家樂，仲有一名養女唐詩詠。鄭嘉穎同陳凱琳喺巴厘島辦婚禮嘅時候，辦得特別低調，場地只得容納80人，所以只要請咗最好嘅親戚朋友，連東張西望嘅節目組都入唔到觀禮。但鐵馬家族大部隊齊齊整整出席咗。當時有個說法，佢哋係自費買經濟艙機票去參加婚禮嘅。王家樂亦提過，剛開始自己熱情地揾鄭嘉穎搭話，結果被白咗一眼。而馬國明回憶最初認識鄭嘉穎，亦感覺佢唔好相處，但開工幾天就會發現佢只係表面酷，人挺好玩嘅。可以講大家對鄭嘉穎嘅初印象都係黑臉暴脾氣唔好嘢，但相處落嚟都係外冷內熱，好好玩。林子善仲講，開始嘅鐵馬聚會都係鄭嘉穎組織嘅，就算佢返內地拍戲，都經常會叫佢哋拍一啲相睇睇，然後林子善就會發一啲古靈精怪嘅相，比如腳趾。可惜唔係每個組都能接受鄭嘉穎嘅外冷內熱。後來佢拍拳王就被指怒火燒遍劇組，工作人員爆料對手要硬挨佢嘅鐵拳同撞話問候，連劇裏演佢兒子嘅童星都因為類似 NG 被佢罵冇帶腦袋出街，連導演都差點同佢吵起來。同劇嘅李家鼎同冼浩英亦公開指責佢格衰，話佢係被公司寵壞咗。劇裏演佢女朋友嘅李思島係為佢平反，哇，佢一點都唔串，性格好真好爽，我哋可以做真正朋友。唐詩詠亦幫口，佢收工有請大家食飯，但亦承認佢有時候脾氣會燥，只係燥自己，主要係長時間開工加冇有睡覺時間。同一個藝人身上能睇見如此割裂嘅人品評價，鄭嘉穎亦算係頭一個嘅。中國人辦喜酒最講究人情世故咗，別講佢一個公眾人物咁樣回答唔周到，普通人要咁樣回答，基本上都係要冇朋友㗎。唔過忽略語境，我覺得佢嘅話實際上都冇問題。人喺唔同階段自然會有唔同嘅朋友，亦會有唔同嘅生活方式。以前中意打麻將嘅，可能而家中意打網球；以前中意去酒吧嘅，可能而家中意去親子樂園，都好正常。唔參加聚會，減少見面，唔代表呢段緣分唔值得珍惜。至少從父親嘅身份來睇，鄭嘉穎當得還唔錯。之前有網友喺香港茶餐廳偶遇佢留娃，話認真玩住自己手上嘅玩具，而佢一臉慈愛地睇住孩子，冇刷手機，冇阻顧又怕唔耐煩。就呢種高質量嘅陪伴，而家好多父母都做唔到。就係作為藝人身份，佢都可以學講話之道會好啲。今日嘅節目就到此為止，我們下期再見。